屏东大平湾风景区有游艇饭店，甲设备真赞的赛车，但是大平湾 BOT 公司这15年来拢无趁钱，所以决定要甲大平湾管理处停止契约，要来收大关门咯。另外，高雄有一间开39年的大伯食甲饱的自助餐厅，嘛宣布停业，200外个员工面忧面结，唔知影后一步要安怎行才好。 屏东大平湾的赛车场有全国上赞的赛道体验，但是未来这款的场景可能看袂到啊！大平湾 BOT 公司因为要减亏损，批评管理处无诚意改善各项问题，多处协商拢无得到共识，决定终止双方 BOT 的契约，要伫7月15停止营运。屏东县劳工处嘛证实已经收到大量解雇申请书。大平湾公司他们在今年6月6号已经针对双方在 履约的部分，有些争议的部分已经开始提仲裁。要关门收店的，还有一间高雄老牌食甲饱自助餐大巴餐饮集团。即马公司发出声明，其的博爱路大巴饭店、甲梦时代超坊即日起暂停营业。还有十几张餐券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办。我还有好几张。 消息一出嚟，各位自助餐馆的民众赶紧来询问退费，也有伫遮订好场地，准备要结婚宴客。 即马只会当无奈退定金，伫遮工作员工嘛唔知要安怎较好。就我们所掌握到的，目前他的5月份的薪资都已经发放完毕，那6月份的薪资目前还没有到发薪日，那我们会特别关注。也未等甲高雄发大财，就先熄灯停止营业。即马只会当等待新的投资者出现，或者老牌餐厅继续行落去。